导盲犬。我这边是看行狗，哦，是因为啊，伊拢导盲犬就是狗啊，伫头前，伊会甲咱迄落啊后面迄落啊的朋友，看到安尼行，看袂到的朋友。是啊，我就直接甲翻起来，叫做看行狗。那阿雄，我这边的讲法吼，大家有听过带路鸡无？有吼，所以我感觉伊是带路狗。因为阮感觉阮甲你较有缘。 真正诶，手牵的就会行，手牵的就会行。所以看狗啊嘛，有条蛇啊嘛，我狗安尼牵咧行。啊，那咱这带路狗啊，听起来是较尔有诗意，较好听的呢。因为这是这个互人尊重的动物，所以较名个好较好听的呢。哦。啊，那看行就真正有影。看行敢就是感觉。 甲就是安尼一个作用安尼感觉，带路较我带领的意思，引带安尼哦，较有这种啊，这带路狗哇，81.7派人，哇，8成外拢选这，表示这样啦，念开较顺啦，哦，较顺。啊，这个看行狗这18.3派人选呀。